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嘅影片會教大家運用轉場效果去做出呢個有動畫感嘅多圖輪播效果。想做到呢個效果，我哋要先喺 Format Background 度選擇 Picture or Texture Fill， 然後 Insert 插入你要用嘅圖片。撳上面工具欄嘅 Insert， 去加入一個同圖片一樣大細嘅長方形，將顏色改為黑色。Transparency 調至40%，跟住再插入全部你打算要加入嘅圖片，排好少少啲順序，再撳 Picture Format， 用 Crop 將所有圖片裁剪成圓角同埋2:3比例，一邊再調整一下圖片嘅位置，將第一張出現嘅圖片放大，然後擺去適當位置。加入右邊陰影，圖片加入線條，將顏色轉為白色，然後根據喜好去調整粗幼度。跟住你就可以加入預備好嘅文字內容，調整文字大細、顏色同埋間距。一頁整好，我哋就可以複製呢個 slide， 然後將放大咗嘅圖片移去下面，移動並放大下一張出現嘅圖片，然後一樣為圖片加上陰影同線條，再將背景換成一樣嘅圖片。複製一份文字，拉去畫面外上方嘅位置，屬於呢一頁嘅文字就改為相應嘅內容。呢次我用4季作為主題做示範，所以呢一頁嘅內容同圖片就由春天換為夏天。最後要複製返呢一頁嘅內容上去上一頁嘅畫面下方，咁先至可以做到我哋想要嘅滑動效果。其餘嘅頁數都係同樣做法。所有頁數都做好之後，就可以檢查一次，然後撳 Transitions 加入轉場效果 Morph， 再選擇 Apply to All， 咁就大功告成㗎啦。想知更多，立即掃描熒幕上嘅 QR Code， 透過 WhatsApp 同我哋嘅招生職員直接對話，幫你揾出最適合嘅遙距課程。